研究公有纯天然、纯健康的产品引来引导的，迄个提头样量糖嘅土笋叶，认证也老公做事做到数位比到，寒天皮肤又会过敏，按多年来食药嘅、茶药嘅都唔会好。6年前呢，一路开始研发的天然手工番茄，睇路卡来打造毛土植物药草盐，亲身去保一个药草原料哦。以上嘅团同样由过敏困扰嘅人来探索。也为环保尽一份心力。去年呢，亚产品还本人先做拖延业内登录。我觉得很清香，很舒服的味道，我好喜欢这个味道，从小就喜欢。清淡的苏红拿灯到位，土笋叶动用心，老人嘅度上来从新鲜嘅嘅药味，皮起来粗香嘅嘅9點2個下來。講到9點2嘅米絲，以為人會講，不過土笋葉上體皮講意。那你省時間吼，那你帶關係種下，該要種田啊，你田薄筍凍到了9點2，該農業家是為溫了9點2嘅水不安利是。改造了温水，你也懂啊。现在讲的中暑啊，就很好用啊。我很喜欢这个味道。又等于讲有鱼腥的味道，我觉得没有啊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味道很清香。讲到寒世間下，土笋葉就笑眯眯嘅。佢講頭擺風水以內就有嘅野生天然植物同草嘅，就係佢一定熟悉嘅東西。那到了講啊哦，你喜歡？該9點2呢溫和了。老火起炒，本是用木柴啲溫度好漸變嚟嘅係土笋葉嘅老公，平常時日頭尾就會佢用公婆向下做事嘅蔬菜。溫和嗎？差唔多了。哦，差唔多了哈。哦。該樣燒又好嗎？又好唔會裂嗎？好很多了，又好多啦。很嚴重。土笋葉一旦就動好自家吃點做東西，未必都會膨脹國家嘅經濟負擔。實地市場賣鹹菜、鹹酸甜，美食做過培工生意。60年前，佢味道老高，開始研發嘅天然嘅手工茶菇。寒天這個身體之後哈，會壞，很嚴重啦。幾乎每天就洗過澡之後，要用手拍它，這樣子讓它就刺激皮膚哈，才能夠辦法做滋養啊。去本身上看，原本狗肉原本呢，飼料冇好，還係會開，還是會很癢。那有人哈，給有家中日同阿你講，你買手工肥皂嚟用好啦，我就冇辦法咧，哦，我意思最近上網買2隻手工肥皂嚟用，哎呦。好嚟咧，唔會開咧。後面就將機會嗬，有人教倆手工肥皂，開始以後慢慢的做起來，6、7年咧，都肯做了下咁樣啦。愛做就會做清天然、清空間呢，係家嘅想法。嗰數幾個天啲設家嘅屋背後，總係多種嘅藥草植物同香草。用公婆東山嘛，平常時會向下治理亞雜嘢呢。有陣時咪會有新嘅發現。哦，雞麻蔥，安睇雞麻蔥。濕的，什麼地方？俺舊冇看到雞麻蔥哦，難得咯。土笋葉同烤天然嘅東西，嗰數幾種愛做手工茶菇嘅草嘅，天草唔會瀉肉嘅。我哋愛健康哈，就唔會噴肉啦。哦，讓為天然，你看啲雞麻蔥，一定係冇肉嘅味素，讓有雞麻蔥。堅持為天然，嗰數佢做嘅手工茶菇，冇乜嘅氣候嘅草氣同少少香味嘅色，條蝦馬將推出，就冇乜嘅人來買。人開始買做茶菇嗬，唔未買睇係送劈。慢來送，該唔曉買啊，唔定要慢買。我該時來也不會上網，人開始真緊係完全冇人來問，冇人來看，我送很多啦，沒有什麼效果。
这条路真的是很辛苦。條蛤蟆愛賣就賣唔得出去，同靠研發嘅土筍葉和甜甜嘅想，用無用嘅藥品來做，可會做出用嘅東西，結果冇做上。人開始做吼，我就問隻先生，我問佢講，到底用豬油做冇？你下上遇到當正時，佢同我講做得，我是反正我人開始做唔對嘛吼，我是用豬油，用豬油田拿來做茶具，茫地根本行不通，我是唔知倒體幾多盆豬油。土筍葉前面含係用嘅植物油，物計化好加甜物都唔加，含用嘅較大碗嘅方法，留植物嘅養分留下來，天天呢就相當於對高滾。這些天然的植物油，加上我們的天然的青草、藥草，所以說全程整個過程都在50度，維持在50度之內，不會超過50度，所以叫做冷製法。所以說可以保存植物油還有青草裡面的養分不會流失，所以那個養分可以整個保留在肥皂裡面，也可以留在我們的皮膚上。我要用嘅買東西，佢哋上真用嚟當蟲，而家每套都按身上唔會散出去。呢種東西係天然嘅，啊用到對俺嘅皮膚、對俺嘅牙胎、下胎、樣板耳都有當好的幫助。小時候那個肥皂都是很好用的，怎麼用都不會說有過敏皮膚。但這麼時候，目前的皮膚那個所有東西都不敢用，一用就皮膚過敏啦。研發同做手工茶具係土筍葉專門嘅，家嘅老公吳貴基係負責照顧園嘅，還要做其他茶具而用到嘅東西也掉。條蛤蟆物計都唔曉得，見名見詞見做到也下，講是味道家老公研發做出來嘅手工茶具，也下變做主要嘅生法同事業創新。帶本嘅東東人好處，兩公婆要行卡強勢咩？